大家好，又係我布丁啊！今日布丁帶你哋嚟到港島區啊，沉浸式咁睇一間位於渣甸山呢個傳統豪宅地段，可以270度咁欣賞埋成個九龍半島嘅南海岸線，仲可以欣賞埋呢個維港嘅煙花添啊！過時過節可以叫埋啲朋友嚟呢度睇煙花啊！呢一度已經近10年已經冇開過新樓盤㗎啦，而家等布丁帶你哋去睇下啦。今日帶你哋嚟睇嘅呢一間就係天台，仲要有個無邊際泳池。陣間布丁就帶你上一睇個無邊際泳池有幾靚啊！呢度全個屋苑得2套㗎咋，買一間少一間，即刻帶你睇下。上到嚟個天台，一睇就知呢一度係香港富豪嘅聚居地啊！連何鴻燊家族啦、商業巨子劉鑾雄先生都係住喺呢度附近嘅啫。帶你哋望下個無邊際泳池先啦，呢個真係可以話係一個泳池啊，足足有成12米長啊！等布丁行上去俾你睇下有幾大啦，熱到布丁想即刻跳落去游水啊！你想知更加多關於呢個渣甸山駿譽呢個屋苑嘅分層單位或者啲車位點樣安排嘅話，就快啲聯絡布丁啦！